大家好，我係阿喵。喺聽故事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靈異系列之小時候靈異怪事。好多人都話小朋友係好容易見到靈體，但係大多數驚嘅都唔係小朋友，而係啲大人。因為啲小朋友根本都分唔清邊嘅係人，邊嘅係鬼，同埋點解鬼係要驚呢？除非啲鬼個樣係好恐怖，係好猙獰，先至會嚇親啲小朋友。而今集我就集合咗三個朋友，佢哋仲係細細個，仲係小朋友嘅時候所發生嘅靈異怪事。首先，我就講返自己一個細個嘅經歷。以前我住秀茂坪舊區嘅時候，窗口出面係有一棵好高好大嘅樹，佢高到6、7層樓高，啲樹葉好茂盛。有一晚，我自己一個人坐咗喺度睇電視，因為個電視係裝喺天花板吊住落嚟，斜斜地咁樣向住室內。我就坐正喺間屋嘅中間，其他嘅屋企人已經瞓晒覺，我就自己一個坐喺張凳度，攬住自己巨腳喺度睇電視。而電視嘅右邊就係個窗，窗出面就係嗰一棵好大嘅樹。所以當我望住部電視嘅時候，個眼角亦都會望到個窗口。當我睇下電視嘅時候，突然之間，我眼角望嗰個窗出邊，好似有啲光，咁我就擰轉頭望過去個窗出邊度望清楚，我就見到有幾個綠色嘅火光喺個圍住棵樹度飄下飄下，我就嚇到即刻返上床，用張被冚住個頭。嚇到成晚都瞓唔着，仲要唔記得咗熄電視。第二日俾老豆鬧我冇熄電視喺度嘥電，罰我幾日冇得睇電視。之後我返到學校同啲同學仔講返，佢哋話呢啲係鬼火，佢哋亦都見過，佢哋全部都係見到啲鬼火都係圍住棵樹。有啲係橙色，有啲係黃色，有啲係紅色。原來佢嘅好多人亦都見過。咁你哋大家有冇見過呢？講返我朋友分享嘅故事，第一個故事嘅主角係我朋友阿英，佢就係聽返佢嘅爸爸媽媽講返，佢喺細個嘅時候曾經發生過嘅靈異事件。當時阿英佢好細個，大約3、4歲。佢有一次喺婆婆屋企度發生過嘅一件靈異怪事。阿英嘅婆婆係住喺大角咀，佢哋一家返去探婆婆，亦都喺婆婆屋企度食埋飯先至走。佢哋就喺婆婆屋企度影咗幾張相，但係當啲相晒出嚟之後，就發現有一張相係睇到阿英嘅背脊後面有一個櫃，個櫃裏面就放咗阿英嘅背囊仔喺度，就好清楚咁樣見到喺個背囊仔裏面伸出咗一隻怪手出嚟，想夾住阿英嘅膊頭呢一個動作。阿英嘅父母就立刻將呢一個底片燒咗，再將紅紙包住呢一張靈異照片，就放咗喺屋企嘅香爐底下面。呢一個方法係阿英嘅父母問紙紮鋪嘅人，佢哋教佢咁樣嚟處理呢一張靈異照片，話千萬唔好再打開。直至到依家，呢一張相仍然放咗喺阿英嘅父母屋企嘅香爐底下面。阿英亦都冇好奇去打開過呢一張相。
而嘅二個故事個主角係我朋友阿文。當年阿文大約7、8歲嘅時候，佢記以前住過一條村，係好多人跳樓嘅。佢記可以習慣過嘅情況就係食緊飯嘅時候，係可以聽到突然之間嘣一聲大響，佢記就會話：唉，又有人做傻事啦。直至到有一次，阿文嘅父母帶住阿文落樓下公園玩嘅時候，咁啱有一個男人跳樓，就結正咗喺阿文嘅附近。好彩係冇壓到任何人，但係唔好彩嘅係阿文嘅身上面彈咗幾滴血，嚇到阿文嘅父母死。一嚟驚會壓到阿文整傷佢，二嚟係驚阿文見到呢一個血腥場面會嚇親佢。佢哋即刻抱阿文返屋企，買咗啲保嬰丹俾佢食。之後佢哋又發現阿文又好似冇被嚇親，完全照平時咁樣食飯、瞓覺、玩、打機。佢瞓覺亦都冇發噩夢。後尾佢直至到阿文嘅媽媽，佢發現阿文成日夜晚嘅時候，對住個窗口出面喺度傾偈講嘢。開頭媽媽就以為小朋友係好鍾意有啲幻想朋友，就以為阿文係同啲幻想朋友喺度傾偈，所以冇理會到。直至到有一日，佢哋一家人食緊飯嘅時候，個電視機就播出一個某一個牌子嘅香煙廣告。阿文就突然之間話：叔叔都係食呢一隻煙㗎。爸爸媽媽就你眼望我眼，呆咗一陣之後，因為佢哋近排亦都冇見過任何人，咁係邊一個叔叔呢？媽媽就問阿文，佢就話：阿文啊，你講緊邊一個叔叔啊？阿文佢就指住窗口出面就話：成日企喺出邊同我傾偈嗰個叔叔咯。阿文嘅媽媽就嚇到由根上面跌咗落地下，爸爸就立刻衝過去扶起媽媽。媽媽就同爸爸講，係話：老公，近排阿文真係成日對住個窗口出邊講嘢㗎。開頭我以為佢同個幻想朋友傾偈，但係佢依家話係同個叔叔傾偈，點算啊？之後爸爸亦開始留意住阿文，發現佢真係成日對住個窗出邊喺度傾偈，就好似有人同佢喺度傾偈講嘢一樣，有問有答。爸爸就趁阿文同個窗口出邊傾偈嘅時候，就走埋去問阿文：阿文啊，你同邊個喺度傾緊偈啊？阿文就指住窗口出邊就話：呢個叔叔咯，佢成日都行過同我傾偈㗎。爸爸就由阿文指住嗰個方向望出去，窗外面係一個人都冇。咁樣當然啦，因為佢嘅係住9樓，亦都冇露台，所以係冇可能有人企喺出邊。之後爸爸同媽媽佢哋就帶咗阿文去揾師傅，而師傅就話因為嗰一次跳樓事件，嗰個死者嘅血滴咗落阿文嘅身上面，所以令到佢哋有一種牽連。之後師傅就做咗一啲儀式，燒咗啲嘢俾個死者，再交個阿文嘅父母叫佢嘅夜晚嘅時候唔好俾阿文接近窗邊。阿文嘅父母之後長期都用個窗簾拉實個窗，亦都唔俾阿文再行出去。隔咗一段時間之後，阿文已經再冇見到個叔叔出現。阿文到依家同我講，係話其實佢呢個叔叔好深印象，
因為佢父母係唔食煙嘅。呢一個叔叔每一次出現嘅時候，都係好型咁樣監住支煙嚟同佢傾偈，同埋好少大人會咁樣去同啲小朋友傾偈，所以嗰陣時佢真係以為叔叔係一個人嚟，同佢喺度傾偈，喺度陪佢，佢完全醒唔起自己係住舊樓，出邊係冇可能有人。呢啲就可能係小朋友嘅天真，所以冇諗到咁多嘢。究竟係咪個師傅做咗個法事之後，所以個死者冇再揾阿文呢？呢一個係一個謎。而第三個故事個主角係我朋友阿志。嗰陣時佢大約10歲嘅時候，嗰陣係農曆7月節。嗰一段時間，阿文已經唔再同父母一齊瞓，佢自己一個人瞓一間房，而妹妹就跟住父母一齊瞓。突然之間有一晚，阿志瞓下覺嘅時候醒咗，佢想去廁所，所以佢就行出去。正當佢想穿個廳去廁所嘅時候，佢就望到有一個陌生嘅男人坐咗喺廳嘅梳化度，佢下意識咁樣大叫咗出嚟：爸爸，爸爸，爸爸，快啲出嚟啊！阿志嘅爸爸就立刻由房裏面衝出嚟，抱住阿志，問佢發生咩事。阿志就同爸爸講話，頭先有一個陌生嘅男人坐咗喺梳化度，但係依家已經唔見咗。爸爸亦都冇見到有任何人。爸爸就入埋廚房、廁所、阿志間房，望勻晒成間屋係冇其他人喺度。爸爸就陪阿志入去廁所。去完廁所之後，呢一晚爸爸就入咗去阿志間房度陪佢一齊瞓。原本爸爸同媽媽就以為阿志佢係發惡夢，或者係發夢，夢到朦朦朧朧之中以為有人，所以冇理到呢一件事。但係有一晚，阿志同妹妹已經瞓咗覺。媽媽就坐咗喺梳妝台嘅前面，望住塊鏡喺度搽緊護膚品。因為冇閂門嘅關係，去梳妝台嗰一塊鏡係可以望到廳出邊嘅倒影。媽媽搽下嘢嘅時候，喺鏡嘅倒影度見到出面有一個陌生嘅男人坐咗喺梳化度，嚇到佢大聲喺度叫：老公，老公，快啲嚟啊，老公！而爸爸就從廁所裏面衝出嚟問媽媽發生咩事。媽媽佢就再望一望塊鏡，已經唔見咗個男人。佢再擰住面望一望廳出邊嘅梳化，亦都冇人喺度。佢就同爸爸講，佢話頭先喺塊鏡嘅倒影度見到廳出邊個梳化度有一個陌生嘅男人坐咗喺度。爸爸佢就行出去廳、廚房、廁所、阿志間房，證實冇其他人喺度。佢再行埋去張梳化度望一望，佢就見到張梳化嘅中間位置就好似頭先有人坐完喺度，有一個印，個海面仲未彈翻上嚟，即係頭先真係有人曾經坐過喺度。爸爸媽媽兩個商量完之後，覺得可能係同阿志之前嗰陣時去見過嗰個男人係同一個人。佢哋嘅第二日就一家4口去咗廟宇度拜神，之後再冇見過呢一個男人嘅出現。究竟呢個男人點解會出現喺阿志嘅屋企度呢？會唔會係關7月節嘅事呢？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謎。今日就分享住呢幾個故事先。
好多時家人佢嘅記憶時間亦都唔會相信小朋友所講嘅說話，可能以為佢嘅係幻想出嚟，可能以為佢嘅係發噩夢。但係好彩嘅係，小朋友計嗰數都唔會太識得去驚，同埋亦都會好快唔記得。計嗰數都會係機械人講返，佢哋先至會知道。大家嘅童年有冇遇過一啲奇怪靈異事件呢？如果有嘅，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同我分享你哋嘅經歷。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記得畀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拜拜。